各位朋友、弟兄姊妹平安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講題係呢，聖經嘅神蹟啊，是否真實可靠？嗱，喺現代嘅社會啊，科學理性成為主流啊。如果唔符合科學嘅，唔符合一般理性，所謂理性嘅呢，就未必係真㗎啦。咁啊，所以啊，聖經中啊所記載嘅神蹟呢，例如呢個紅海分開啊，耶穌使死人復活啊，五餅二魚餵飽5000人啊等等呢，經常被人質疑呢係咪神話或者係傳說嚟嘅？但係作為基督徒呢，我哋有理由相信呢神蹟係真嘅，而且呢有深刻嘅神學同埋歷史意義嘅。咁首先呢，我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理由啊，我哋信神蹟係真實嘅呢，係有好多嘅理由嘅。其中一個呢，就係我今日分享呢個啦。嗱，聖經呢首先啟示呢，神係創造天地嘅主宰，佢嘅話語呢創造宇宙。佢嘅能力咧超越自然嘅法則。如果神係創造萬有啊，佢亦都必然咧係可以喺佢創造嘅秩序之中啊行奇事嘅。嗱，舊約中嘅紅海分開啊、嗎哪降下啊、寡婦嘅油不斷啊，都顯明神對自然界嘅主權。喺新約之中咧，耶穌醫治瞎子啊、使拉撒路復活啊、平息風浪啊，都彰顯佢係神嘅兒子。彰顯佢嘅能力咧，係同天父咧係相等嘅。嗱，否認神蹟話神蹟係冇可能咧，就係否認神嘅全能，將神咧縮減為受自然法則限制嘅有限嘅存在。但係神啊係無限嘅，佢嘅作為咧係超越人類想象嘅。神係全能神啊，冇嘢咧係佢唔做唔到嘅。嗱，耶利米書32章17節講：主耶和華，看啊，你曾用大能和伸出來的膀臂創造天地天和地，在你沒有難成的事。咁呢個就係我哋信神嘅神蹟嘅第一個原因。下次繼續分享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